接下来，请欣赏马队马术表演。中国那吧，甘露那吧，甘露沙滩给没什么热热些了，大铺没法的花务热什么考虑了。甘露呢，那我大概从那么等，他我那么就做那么干真些也没啥呢，咱们出去，甘露作为逻辑等，人家逻辑做，国内干真的重要了。甘南草原风光旖旎，惹人醉；骏马奋蹄，气势如虹，展雄姿。作为古丝绸之路唐波古道的重要通道，骏马在甘南的生活史和文化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它体现了藏族儿女果敢无畏、奋勇争先的优良品质，它承载着甘南人民最深沉的精神追求。甘露我的让中看了这个呢，老我等几人啊，等中央跟人民都变成我这等。想自己提起的，当个没得实际就我是的懂得的我们，他不的当个重新纠结把重新的，习近平节第二三比中国强气单比，建造让那些我把应当比人这我等，可利用这人把所属等二等，始终个中华没得些，他目前个得可以担保。这个多年的兄弟，他先等等，换有了中年的配置，先做强等点这个季节，第二节0232中个些。栉风物语70载，砥砺奋进谱华章。建州70年来，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，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，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确指引下，泉州各级党委政府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，牢牢把握团结进步示范州民族团结进步的政治基础更加坚实，更加巩固，实现了从贫困走向封闭、走向开放，从高原走向世界的历史性跨，谱写了民族团结和睦。差不多的可以，大可能测试就讲，娘都前这些结尾肯定，而红的到了家里要把的，刚好某某车等这他给，可能今年，老我等这可能，等等就都错的，马一米就是去谁话等，唐僧从不得写了。等，而红灯的这边，大为的这边，大可能测试结晶，娘都前期这边肯定，而红的大娃家里要把的，
刚毛这他给可了这里，龙我等这可了话联系本相，等等能等就得出的，马里米这些去等下比谁话等，他什从不得些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此刻我们的马匹表演正在通过主席台队组成，每一个方队共有100匹骏马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奔驰的这70多万甘南儿女，心潮澎湃贺州庆，感恩奋进是情怀。我们呢整个的奥德，干你他们的等着那个好好的药性，可能我这这个说出没梦记，乱腾的习近平的党中央个堂口的，腾着了大什么啊？没这个腾着了节目打家长。迎着高原的朝阳，迈着铿锵的步伐，英武的骑手肩扛国旗，策马扬鞭，从远处的山坡奔腾而来。他们是高原的骏马，他们是雪域的儿女。70面5星红旗迎风飘扬，泉州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，以万马奔腾的气势、快马加鞭的劲头、一马当先的勇气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创造出了累累硕果，迎来了历史经纬中发展劲头最足、幸福指数最高。一匹匹皎洁奋进的甘南。接下来，请大家欣赏精彩的马术表演。骑手们在奔驰的骏马上，向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各位观众献上洁白的哈达，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甘南大草原，他们同欢乐，共追求，驰骋草原，挥洒豪迈。这咱们这个王子的我们人，忙动看着些的，我这拿把灯，手所说的偏偏更多拿把的。他这个男的个，扎起卡这个不？马背横鞍，骑手们躺在马背上，犹如躺在芬芳青草地，醉在蓝天白云间。打破前地上个战力，相信打破在这个力量中比当个错呢，荒谬多个龙难接上你，正加入在那色同里。
爽的旗手，展现着安多汉子的胆识与豪迈。打破王子的些花火，黄灯娘拉些比打瓦子，俺们破过些老虎灯，今年们我把它穿。五彩凌空，100年历史的传统表演，起源于古老的游牧社会。游牧族人在奔驰的骏马上，将自己长长的辫子从马背拖于地面，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勇敢。单纯男女娃弄些吧，龙我家这的米说的这差不多的人，那这些肉比错比错凶子，肉把南极打破王看你，让个加入啥子的兄弟，老虎不等娘都穿把的线。脚直立，在运动的马背上放开双手直立，旗手双目直视前方。他们从天边飞来，飞向格桑花盛开的故乡。打破王子的我们家中有能力，目前咱属实的有些咖喱，南西上你xem些爬山的路线吧。倒立，骑手们神情刚毅，信心十足，极具顽强拼搏的毅力，就能撑起一片蓝天。王子的出去南差过多，大家话这演戏等，老虎不进南我不高啊拉不得等。表演的是一足冲天。此刻，我们的旗手身体悬空，足蹬蓝天，仿佛浪漫的牧人以不同的视角欣赏着蓝。为大家表演的是转体180度，这做动作难度特别大。骑手登地后飞跃在空中，转体180度，身体轻如飞燕的骑手们为我们划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。大家话题，前苦路大个马是个家办的，养着了，大卫出个么西边，这个是个么个单不路乡。